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陳尚義。咁我係一位註冊社工，亦都係同行鳥創辦人，推廣精神健康。其實喺中學嘅時候，由於我本身患過癌症啦，影響咗右邊嘅面部啊，其實都遇過一啲 bully 嘅事件嘅。咁其實一開始好多同學都會遇到我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惡嘅人，而唔敢同我去相處啊，甚至乎有啲誤解啊、欺凌嘅狀況啦。但係其實只要我哋願意去真誠咁樣去同同學相處咧，其實過咗半年、一年嘅時候，我都同同學相處都越嚟越好啦，甚至乎成為一個 best friend， 到而家中學畢業都會有繼續聯絡嘅。所以我會認為當然遇到 bully 嘅狀況會唔開心啦，但係其實只要願意去同人哋多啲相處啊，去令到人了解你嘅性格特質咁樣話，咁其實都會減少 bully 嘅狀況，會認識到一啲真心對待嘅好朋友。如果你有情緒困擾，甚至乎打算有自殺嘅行動嘅話，咁我會建議你去打防止自殺熱線23820000。